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竹市文化局的前局长钱康明，进前伫面册发文章，讲伊面望到党人在路，伊这个梦是引发着外界的讨论。钱康明今仔日正式来离职，透早5点再度来发文，来说明伊方离职的过程。伊阁来压料，讲意思就是高虹安的男朋友李中庭介入着市府的事务。民进党议会党团嘛开记者会，讲高虹安甲伊的男朋友所租的豪邸，迄个豪邸厝主除了是不动产开发公司的负责人，嘛是建设公司的董事长。这个市长甲建商的关系伤过密切，议员是呼吁政风处爱启动调查，嘛请市府爱讲好清楚。新竹市前文化局长钱康明进前的面册写讲，希望着党人在路，外界议论纷纷。今仔日正式离职，透早5点就伫面册写讲，伊被离职的过程。钱康明讲，8月28下晡，伊互人找去市长室，伊叫我做到9月30，后来甲高虹安进行一场单独对话，提醒伊要注意好朋友的所作所为。虹安感觉无婚姻关系，一旦结婚，对申报财产，可能就是你讲李中庭介入市府的事务。钱康明更加批评高虹安的男朋友，毋是幕僚长，嘛毋是府内人员，时常将市长室主任甲某一寡秘书单独约出去讲代志，佮将我约出去谈新竹市跨年暗会，特别关心市府内一寡代志，这毋对；伫外口斗讲代志，这嘛毋对。后来嘛抛出因某甲加油的内容，安慰钱康明离开文心部开清清气气，袂输是有满腹的委屈。这样子的人，处于这样子的位置，跟他的关系是如此，那又被授意来做了这么样的一些行为，如果有违法，就是对市民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。民进党议会党团开记者会，批评高虹安的男朋友李中庭介入公务，沦为白手套，嘛讲伊租的豪邸甲建商的关系伤过密切。他是担任这一家全轩建设开发的监察人，然后他在去年高虹安当上了市长之后，他赶快辞掉这个监察人的职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去买了对面那户豪宅，然后出租给高虹安的男朋友。议员请市政府来讲清楚，嘛呼吁政风处爱调查。新竹市政府内部的风暴继续伫探。市长高虹安若无好好面对，恐惊会对不起新竹市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